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正恐高好斗阵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恐慨的恐，恐高的恐，读恐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恐是讲一个人对人真大方、真拍手，对人好款待。咱讲这个人真恐，也就是真慷慨，特别是讲为了和朋友来交陪，无少钱财，真有义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慷慨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真大方，袂当酸，嘛会当讲是大出手、大手面，袂缺屎。第二个词读做恐高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无少钱财，和人交陪，交陪就真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讲慷慨钱到了，也毋过阿明对朋友真慷慨，对一般人嘛不止啊恐高有分场，莫怪伊好朋友侪侪踢倒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恐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